咦，呢副咪哥德式教堂入面嘅彩繪玻璃，係咪令你有一種身處歐洲嘅感覺呢？仆你個間亞視嚟嘅喂！喂，等陣咪碌走住先。呢一個單位位於水坑尾嘅天神巷，你睇下呢一邊幾有文藝氣息啊！佢收租回報去到4.6%添，好過做定期啦。跟住謝生帶你用60秒線上睇樓，咪以為唐樓就唔光猛啊！我勁後悔今日冇帶隻黑超上嚟。客廳一眼就睇晒，總體嚟講係企理嘅，廚廁亦都 keep 得幾好，冇異味。喺澳門嘅外籍勞工基本係接受800至1000蚊左右一個床位嘅，雖然個單位面積只係有575尺，但係而家做咗2間房，再加多一個睡眠區，理論上住到6個人。單位租5000蚊應該問題不大，租值回報比好多間唔到房嘅開放式更加理想。如果你手頭有份閒置緊嘅資金，與其放喺銀行存定期，不如買呢個單位收租仲好啦。而家業主開價130萬，收租回報去到4.6%。買樓最怕殘舊滲水有異味，睇完條片就知頭2點冇問題啦。信唔過個秘技，不如讓我去現場參觀啦。